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旭光高中申请到教育部的专案，要到澳洲的学校结为姊妹校。这个澳洲驻伫咱台湾的代表嘛，专工到学校来参访，讲希望双方合作了后有更较侪交流。 为着让旭光的学生走向世界，会和澳洲的学校结做姊妹校，昆士兰驻台代表刘培熙专工来学校参访，配合校内举办的世界明信片展，学生以英语导览的方式来了解，空手道队的表演嘛真有气势，让大家真学乐。就是台湾的双语政策是非常的好，让我们的学生增加他们学习的内容，甚至我们姐妹校我们会签署 MOU 然后我们有实际的交流。其实南投县这5年以来，和澳洲伫农业、文化、经贸上拢有合作，教育方面嘛有双语师资的培训。期待透过这摆结做姊妹校，会使增加双方的交流。资讯 IT 产业，还有关于像澳洲最著名的农业跟环境教育这上面，做一个双向的合作。 旭光高中申请教育部专案补助，嘛是南投县唯一通过计划的学校。按算伫10月份，透过线上实行的方式，会和澳洲的学校正式变做姊妹校，开始各项文化和语文的交流。